Sunrise Intelligence 應用程式設計得好簡單同直觀，易用易明。佢會提供基本資訊，仲可以俾你根據自己需要去優化 R90 嘅表現。呢個應用程式唔係設計咗俾你揸緊 R90 嘅時候用嘅。你需要喺 Apple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Store 下載 Sunrise Intelligence 應用程式落你部智能手機。下載好之後，睇返個 App 開始用啦。第一次開啟個 App 嘅時候，會彈出一個使用條款提示，講解 App 嘅私隱政策。個 App 仲會要求使用你部電話嘅藍牙功能，你必須同意以上兩項先可以繼續。裝置設定畫面會彈出提示，咁連接去揾你部 R90。個 App 會開始掃描附近有啲 Sunrise Medical 嘅產品，記住要確保 R90 入邊有粒充好電嘅電池。R90 唔需要落輪都可以同 App 連接。為咗達到最佳效果，記得附近唔好有其他 Sunrise Medical 嘅電子產品。當 R90 被偵測到之後，佢會喺已選擇裝置嘅畫面上顯示出嚟。你會見到 R90 嘅圖片同標題，包括 Impulse R90 同埋 ID 號碼。睇返你自己部 R90， 個 App 會提示你同意條款同細則，你必須同意先可以用個 App 配合你部 R90。之後個 App 會叫你輸入你嘅體重，咁樣可以根據你嘅體重優化摩打表現。你隨時可以喺 App 設定度調整你嘅體重。最後一個提示就係校準 R90。要做呢個步驟，記住要確保 R90 同夾具已經安裝好，張椅要擺喺平坦嘅地方，而且張椅唔好喐。校準會根據你同你張椅優化 R90 內部嘅斜度同埋轉向門檻，確保有最佳表現。校準完成之後，佢會帶你返去主頁。主頁頂部會顯示 R90 嘅使用數據，條柱狀圖會顯示過去9次使用嘅平均速度、行駛距離同活動量。一個使用時段就係由 R90 個輪降落到再升起之間嘅時間。佢呢個下面會顯示電池電量，你亦都可以喺電池包頂部喺一下有電池圖案嘅細粒掣，嚟到 R90 電池電量嘅實體顯示。主頁上仲有其他功能，例如可以升降個輪。對於聽唔到 R90 聲音提示啲人嚟講，呢個視覺提示好有用。雖然個 App 唔係設計嘅駕駛輪椅時用，但都可以用 App 停止 R90。R90 有室內同室外駕駛模式。可以喺主頁睇返 Drive Profile 呢個方格入去設定，每個模式都有獨特設定，幫 R90 嘅唔同環境發揮最好表現。其中一個最明顯嘅分別就係戶外模式可以比室內模式快好多，達到 R90 嘅最高速度。兩個模式都可以調整最高速度。橙色高亮嘅滑動條就係用咁調整。呢個功能對啱啱開始用嘅新手嚟講好有用，唔怕行得太快。調整完駕駛模式或者最高速度之後，記得佢儲存。佢哋儲存之後，驅動輪會自動運作去儲存新嘅駕駛設定。佢主頁都可以入去支援頁面，支援頁面有提供 R90 嘅支援、教學影片同資源連結。你可以喺主頁右上角嘅齒輪圖示入去設定頁面。設定頁面最重要嘅功能就係可以調整用家體重同埋重新校準 R90。入邊仲有關於私隱同同意免責協議實體版本同應用程式版本嘅資料。Sunrise Intelligence 應用程式係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可以幫你將 R90 嘅使用體驗發揮到最好。